台南市美术馆一馆当日举办透南城的展览，将一路历史较大的城市变化，透过这 AI 科技甲技术，打造一个浸水式的空间。特别在休热期间，设计一场台机亲子导览活动，要让大家来这看这展览的时阵，会当了解文化，学到母语，也会当见证台南这400年来变化。 老师当日甲大家小解城市的发展史，无论是用茶做的四形洗手台啊，也是用灰仔做的马桶，这拢是对日本时代才开始有的卫生建设。而且台南400栋，即回台南市都发局办透南城展览，那结合 AI 科技，重现各时代的场景，佮特别伫休热期间安排唯一一场全台语导览，互大人囡仔用母语认捌家乡。带囡仔来了解台南，吼，了解伊即马住即个所在是较早是啥物款。 就是把不同时期的地形图全部叠合起来的一个图案，透过展我可以理解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。咱的电力设施甲上水下道的系统的，拢是为咱日本时代较开始建设的哈，这是咱台湾的建设真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，阮即个展览的，我呐真不容易哈，甲一寡器物文物吼，拢甲照出来哈。历史文化顶顶塔塔，才呈现侪历史文本。也来对这张图来看，当然有一个特殊的巷仔文化。主办人讲，古早人为了方便灌水，所以拢会住伫水边。嘛，因为本城溪水弯弯弯弯，地区就对安尼发展。其中每一个时期的管理者对城市规划嘛拢无共款。因对热兰遮堡到安平的这个城镇。 会建设对这人的管理，伊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管理方式。到明正时期，你通看到讲，伊规个点是辐射出去的。清朝的时阵，你通看到讲，规个城是围起来，惊一寡民变的代志。日本时期，伊第一本做的都市计划的时阵，你通看到讲，规个城市台南这个所在是规个转变非常的大。展览美时代分成7个展区，要展到9月初。主办单位讲，因唔若要互大家知。 土地对咱大家直接大汉，上重要是爱用疼谈的心来爱这块地。记者李小台南采访报道。